test test， 亲爱的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一时闭办心来，盼念今日要吟的圣诗。第一首是新圣诗257首，新圣诗257首，求主运行教会。求主运行教会，叫醒昏迷心智，分导心灵要花的火，引领原良的气，真好，气，气，花气的气。好，那第二首是新圣诗536首。536首，天顶大开，云顶的门。393，俄勒专良，温定主宰。着用感谢日伊的梦，着用学乐日伊的意，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亲爱的为兄弟姊妹，这个时阵，请咱用欢喜的心，
敬虔的心来敬拜，学了咱的主，请大家起立来学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要颂扬。来，拍拍学了咱的上帝。我要颂扬颂扬那造眼睛的主，因为万事他都看见。我要颂扬颂扬那造耳朵的主，因为万事他都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我要颂扬颂扬那显公义的主，他的国度是全人荣耀。我要颂扬颂扬那显慈爱的主，他的心是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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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阿门。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因为主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咱拢真做一家人，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听你。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你的名，因为耶稣让有过我的一切。我已让小主我名，我已给人的主条，因为耶稣红线上要主主条。咱都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听你。咱都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吞出撒款待。有时欢喜当忍心，有时苦痛当相信，因为耶稣撒脚艰苦撒脚对。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的福音，因为耶稣他共过我的心。我已让小主我名，我已给人的主条，因为耶稣红心上了主主条。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让有过我的心。我已让小主我名，我已给人的主条，因为耶稣红心上了主主
谢赞美主，因为有主，因为主的疼痛，主的救赎，咱才会当成做一家人。哦，主就是真理、活命、道路，伊陪伴咱每一日，拢行伫伊的道路内面。感谢主。你是我的主，你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变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记着，你听我叫算我，因我变我的阮。一世人，你的祝福，一步搁一步，拢是阮行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远方的路，你听的手，看我行一条你心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因带我行正路，坎坷也变路。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记着，你听我竞选我，因我变我的阮，一世人，你的祝福，一步搁一步。拢是阮行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远方的路，你听的手，伴我行一条你心路。一步，拢是阮行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远方的路，你听的手，伴我行一条你心路，一步搁一步，一步搁一步，拢是阮行的路，你听的手，扶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远方的路。我行一条你心路，你听的手，看我行一条你心路。请咱三甲来祈祷。万权能的天父上帝，万民的主，阮要欢喜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阿拉主你。感谢你极大无比的大疼痛，感谢主你是一个救赎的恩情。主感谢你，甲阮同甜、同苦、同徛起。
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一家人。主，阮知影伫主你内面有算袂尽的恩典，阮也相信你的应允永远袂改变。主，你讲，囡仔敬畏上帝，无论大小。主，你的确要赐福。主，阮也要伫主你的恩典下面，享受主你所为阮备办的恩典，而且恩典慈悲，要的确对阮一世人。主，阮也要永远踮伫主你的厝。主，阮感谢阿罗你无煞。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因为耶和华享受智慧，财目甲聪明拢对伊会喙出。伊甲正直的人积聚真的智慧，甲行做端正的人做盾牌。通保守公平的路，保护圣徒的路。你就明白公义、判断、正直，甲一切的好路。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起立，咱来吟圣诗，圣诗257首，由主复兴教会，请吟全首。是。
请坐。请额头，咱做伙来祈祷。请阮的阿爸爸，你是全能的神，荣耀的君王。愿感谢你，你听世间人，无论好天歹天，无论阮有偌尔啊卑微，你拢看阮做宝贝，祝福阮满满的平安福气。主啊，阮时时需要主。时时要仰望你，倚靠你，你永远甲阮同在。感谢阿罗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要敬拜阿罗你。主啊，感谢你的纪念甲保守，阮为着传扬福音，回应你百般的恩典，阮大家要靠爱学习，认真拍拼，为主做工。求主赐予阮聪明甲智慧，虽望阮的能力有限，气力不足，愿要倚靠主，为着要得到神你的悦纳。愿阮时时笑念主你的恩典，传扬主听甲福音，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求主你赦免阮所犯的，毋知也是知的罪。赐予阮信心甲力量，常常倚靠主。阮也借着祈祷，将教会众兄弟姊妹放伫主你的面前。无论是因的家庭问题、工作学业的问题，一切拢交托予主。当因拄着困难艰难的时，拢会转来倚靠主，明白主你的旨意。感谢主。求你保守每一位兄弟身体会当健康，因的病痛拢会当得到医治，困难会得到你的帮助，心灵会得到你的安慰。伫基督内底，阮的心灵拢借着主得到平安欢喜。求你的圣神充满互阮，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彼此相疼、安慰甲扶持。愿阮全意归于你。学习马街殷勤做工，伫即个败坏的世代，我们紧紧传扬福音，活出美好的见证。当阮献上阮小块快乐，你就为阮备办伫大事中忠心甲信心的快乐。大大祝福互遮个服侍的兄弟姊妹，会当哪服侍哪甘甜。感谢主，阮的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神降临，借着牧师的讲道，开启阮的心灵，互阮的人命得到造就，会当温群做工，跑走天路。愿主你的大能运行伫阮的中间，无所不在。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接着，咱做伙来读客英文。客英文第35篇，伫咱的新圣诗后壁面。客英文第35篇是箴言第4篇。我来客兄弟做伙来吟。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
着追求智慧，追求聪明，毋通袂记伫。毋通去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以上，所接圣歌队要为咱来献诗，所献的诗是心和平、上帝、圣囝。圣歌队请。感谢圣歌队美好的歌声。接着，咱来信用告别，现在请起立。今仔日是使徒圣经，请。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院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谷，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
甲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接着，咱做伙来共读圣经。今仔日所选的圣经节是《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甲第4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甲第4节。我来读，兄弟主神来听。做囝儿的，恁踮伫主着顺坦恁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着尊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含应允的诫，要互你行通长岁寿伫世间。做老爸的，恁毋通激囝儿的受气，独独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以上。这是咱的敬听的国神牧师要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家庭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各位兄姊妹，大家平安。这礼拜开始咱国小的学生，也是国中、高中、大学的学生开始放暑假。当然，大二的学生提早伫6月时阵，因就开始6月中就陆陆续续放暑假。对暑假来讲，侪囡仔真欢喜。但是即马即个时代，咱拢真侪家庭甲囡仔送去安亲班，互咱伫工作的顶面会当较轻松。但是对小朋友、对细囝来讲，因有真侪活力，真侪的体力，会当适当互因伫户外伫公园也好，还是伫野外可以去让他们多一点消耗他们体力的活动，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咱会当互囡仔较侪户外的活动，咱拢关伫内底吹冷气。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的皮肤很黑只要一暑假过后，上课大家都黑黑的，为什么？因为较早囡仔拢伫外口走总，无咧行日头热，透中昼12点1-2点，还搁伫外口伫遐咧佚佗。但是在即摆即个时代，侪人拢伫室内，看看即摆囡仔拢生了白泡泡幼咪咪。但是较早的囡仔拢安尼虽然安尼散散，但是安尼缩结安尼。拍甲咧面乌乌吼，我去看我细汉的相片，我怎么那么黑啊？愿上帝使用帮助咱，特别我去看着我青少年的相片，青年团契，我看阮的人，阮的迄时代人哪拢面遮乌啊，搁剃一个光头3分头，上帝使用帮助咱即代的囡仔有智慧、有知识、财物嘛，有充足的体力甲体力，咱三个来祈祷。希望听堂的主，阮伫暑假中间会当安排小朋友、即个细囝因的学习、因的活动，接着因的活动帮助因成长，互囡仔有一个适当的活动，互因的体力、互因的精神、互因的知识、财物拢得到成长。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咱讲家庭会影响一个人，即个家庭若幸福。我想咱每一个人拢会得到幸福。当咱每一个人得到幸福，来到教会，这间教会嘛会得到幸福。你讲有阿门无？感谢主，所以咱拢是来自幸福的家庭。家庭的建立是来自两个人离开因原本成长的家庭，来起造一个新的家庭。有人讲，我两个人的个性差异伤大，差异很大，真恶相处，很难相处。
但是咱去想看觅啊，上帝伫创造人的时阵，嘛将每一个无共款特质来放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对毋对？所以世间上，咱无法度找到两个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个性非常共款的人，因为上帝已经将无共款的性格以及咱的个性来赏赐互咱，所以红某个性搁安那差异，搁安那大，我想信上帝来得到稳定，无论什么人，拢会当自我来调试吼，会当自我来调整，来找到幸福的人生。所以家庭若幸福，我想咱每一人都幸福。咱若幸福来到教会，咱教会就得到幸福，真最幸福的教会。美国有一个汽车大王伫顶世纪真出名，叫做亨利·福特。当伊的汽车事业发展到真大的企业，伊嘛真做一个大头家，伊嘛互人尊称是美国的汽车的大王。当伊做一个大头家，伊当去到伊家己的故乡，伊有起一间细细间的厝，嘛真简单，真朴素真安尼，就是真简单的一间厝。真侪人拢无法度想象一个遮伟大的企业家、当的企业家，煞去一间甲伊身份无法度相配的厝。佮互人无法度相信的，就是讲亨利·福特。伊就住伫即间简单朴实的厝内面。有人问伊讲：你去即间厝，甲你的身份拢无法度相匹配，甲你的身价嘛无法度相对称。就是讲你的身价遮尔悬，但是你住伫遮尔简单、遮尔就是足简单的一间厝吼。你若无爱住豪宅就好啊。至少你嘛找一间会当显现你是大头家的厝。所以咱知影讲，真侪大头家拢住真好的厝。台北市上好的厝伫倒？信义区。人讲是地堡，什么吼？所以到底富裕的人吼，才会富商因住伫倒，遐都有真侪真侪真豪华的厝，是咱一生可能努力嘛买袂起的厝。所以亨利·福特伊切着讲，厝毋是建筑物，厝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尔啦。厝毋是即个建筑物，讲厝嘛是一个建筑物嘛毋对。讲即个厝虽然是真简单，但是即个家庭毋是一个建筑物。家是爱有充满耶稣的疼，安尼家庭才会当得到美好。亨利·福特甲就侪人讲，我住伫即间厝，毋是伊简单，我的身份就住袂起，是因为即个家庭若有充满耶稣的疼，充满耶稣的爱，安尼才是上界美好。所以即间简单搁朴实的厝，后来成做要纪念亨利·福特的纪念馆。如果你若有机会到伫美国的底特律，即个大城市，就当找到即个纪念馆，你就会当看到一句话讲：亨利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但是伊的某是一个祈祷的人。亨利·福特伊正做汽车大王，一个大国际企业的大头家的美国，就是伊有梦想，伊的某替伊祈祷。伫上帝稳定的内面，个性无相款的夫妻，来当同心合意。来创造美满的家庭，就美满的生活。家庭的幸福，先爱起着伫夫妻的关系，以及父母甲囝儿的关系，若有良好的关系，安尼家庭才会幸福。所以咱嘛爱穿着上帝互咱全副的军装，伫逐种的关系顶面来坚固，来维持坚固甲健康。以有所书5章甲6章。有提到3种真重要的关系，就是伫5章29到33节有讲到夫妻的关系，借着夫妻的关系来讲到咱甲教会的关系，信徒会友兄弟姊妹甲教会的关系，以及基督甲教会的关系。
了伫咱今仔日的经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4节，就讲到老爸老母甲囝儿的关系。到第5节到第9节有讲到主人甲仆人的关系。当然，迄个时代的仆人有可能是奴婢、奴仆，是用买卖即种的身份。但是咱即摆来看，就是做一个头家，你的请工的即种的关系。如果夫妻若关系若好，父母囝儿吼的关系吼若好，头家甲员工的关系若好，安尼咱的社会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常常到社会若无够健康，拢是即个关系出了一寡的问题。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即3种的关系，借着以弗所人书甲咱勉励，甲咱做一个分享，嘛，互咱有一个学习的原则。咱拢捌做过年轻，咱拢有想着讲，咱少年的时有种火热的热情。你还会记得你少年的时阵，你有梦想、有理想无？有一个少年人讲，当我少年的时，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哇，伊理想有真大。后来伊发现讲改变世界真困难，伊就讲安尼，我要改变我的国家。后来伊发现讲伊无法度改变伊的国家，伊要改变伊所住的所在。吼，你所住的所在伫对泸州区，安尼就是讲我想要改变这个泸州区。泸州区有啥物通改变？吼，我看有侪需要咱改变的所在。所以渐渐一年后，伊发现讲我嘛无法度改变我所住的这个所在，安尼我就来改变我的家庭。后来伊发现讲我已经年老啊，无开力改变我的家庭，安尼我只有好改变我家己。忽然间，伊改变伊家己，安尼伊就将改变伊的家庭。伊甲伊这个家庭就法度影响这个小小的城镇。啊，这个城镇内底人若有法度改变，就法度改变这个国家，了后就通改变这个世界。嘉义中会有一间海边的教会，我想因做一个真好的工作，就是讲因发现着讲海边这个海滩、这个土沙哪来哪减少，哪来哪流失。啊，因为发现讲咱要维持这个海边的这个沙滩吼。所以，因就开始伫沙滩顶面来种树啊，吼，就是讲，这个防风林吼可以坚固。啊，了后因就去种这个树啊，啊是这个树啊呢，毋是讲种了伊就会活，因就去家伊压水，吼，去家伊培养。后来慢慢，这嘉义县的政府去发现着讲，哦，这间教会有在做这个绿化的工作，伊就成做社会的一个焦点。按一年拢会办即个活动，去种遮个树仔，家己维持又好，毋通互迄个风吹倒去，啊是讲有死的家伊补栽。安尼你看即间教会所做，就慢慢成做即个县市的焦点。因所做渐渐就改变迄个所在。愿上帝使用帮助咱，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家后嘛怎样顺服伊的丈夫？所以咱做丈夫的，就爱疼你的家后，亲像基督疼教会一样。所以以弗所书第5章24节到25节有安尼甲咱勉励。咱拢捌看过一个变仔，特别是若有结婚的兄弟姊妹，也是讲要入厝的兄弟姊妹，咱教会界也是教会拢会送鞭仔吼，这鞭仔叫做啥物货？基督是我家之主。恁兜有无？有。恁兜无会举手？拢有哦，有人举手吼。无一定，有人鞭仔是经节，有人的鞭仔是吼，亲像即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阮兜的主人，所以夫妻之间嘛爱彼此顺服。所以有真侪基督徒因的客厅。也是咱的客厅，拢有挂着这个匾啊，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额。但是兄弟姊妹，如果耶稣基督那是一个匾额，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匾额而已。安尼真侪家庭的争吵，无论是夫妻还是兄弟姊妹，
也是父母甲囝儿之间，即个主权有即个争吵，即个吵闹，可能拢无法度找到有效的解决的方法。如果即个变仔若无法度提醒带伫厝内每一个人，安尼每一届的冤家，每一届的意见袂合的争吵，拢无法度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所以咱伫即个家庭，主权是在伫耶稣，在伫上帝的心中，有上帝有上主做咱的主导者，以及掌权，成做咱的主宰。大家若愿意退一步，就有解决的方法。就通去解决的方法。你有承认耶稣是恁兜的主人无？阿免有，咱大家甲即句话甲伊记咧。莫甲伊讲，即个编仔只不过是一个匾额。诗篇127篇，嘛有甲咱讲，咱做来读吼，咱用台语来读一解吼。来，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磨。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惊醒。所以诗篇127篇第20已经有甲咱讲，即间厝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若毋是耶和华下地基起造的人，伫遐空空着无。城池即个城墙若毋是耶和华伫遐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伫遐咧惊醒。所以上帝正做咱厝的根基。嘛，正做咱城市、咱的国家的根基，所以这根基是上帝正做咱的王，正做咱的帮站。上帝若正做咱的瓦壳，正做咱的帮站，咱的家庭、国家就会得到兴盛，得到上主的立理甲掌权。今日的经节有甲咱讲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家庭的中间，保罗爱咱对耶稣来学习，就是对于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来讲，咱做囝儿的就爱踮伫主内面来顺探咱的父母，恁就爱踮伫主，就顺探你的父母。所以咱保罗爱咱踮伫主，华语是这么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怎样听从父母。所以咱就爱踮伫主，伫主的内面来顺从、来听从、来服从父母。伊讲这是应该的，台语是讲应该，华语讲理所当然的，有真侪事嘛是理所当然的，有真侪事嘛是理所当然的事。安尼咱伫父母，咱伫主的内面爱听探父母是应该的事，但是咱有当时囡仔大汉，渐渐大汉，咱就有产生一寡意见的袂合，特别是囡仔进入青少年的时阵。因的性格开始咧找家己的自我，到青春期的时阵，就会产生代沟。即摆国小就产生代沟，是毋是？有当时囡仔，即摆囡仔真巧，因为伊有真侪的资讯的来源，有真侪会当学习的来源，所以无论即摆这流行社会咧流行什么，其实即摆囡仔拢知影。我礼拜五甲唱一条歌，互阮的囡仔听。今天是什么？你们这边怎么没有声音？这边都是唱圣歌的哈。今天是星期五晚上，阮的囡仔讲，你也会唱哦？表示的都要听过啊遐个有舞蹈然后爱蹲几下，16下安尼表示你有听过来跳16个。你张了，你跳16个有法度跳无？久的，佮起来，酷的起来表示你的骹骨佮真勇行今天是星期五晚上，所以这条歌即马真流行，所以伫这流行的内面，小朋友拢知影，因拢知影，因伫因的学校，我想做这流行的物件，对因来讲都不是新鲜事。所以咱这时代的人，咱嘛要对着这个时代，知影囡仔咧想啥，囡仔因介意的是啥，因这个时代伫因的语言的中间是啥物货？有可能这是真做因的语言成为他们的语言，所以这个代沟也是理所当然的。咱来想讲，代沟是产生的，这是一定有的所以咱来讲，咱是着讲。代沟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囡仔进入青春期的时阵，
因就开始开始找家己的自我，代沟就互老爸、老母甲囡仔产生真侪的问题。所以咱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姊妹，咱拢捌少年过，咱拢捌青春过。伫咱迄个时代，是毋是咱甲咱的时代嘛有嘛有意见产生无共款的时阵？是因为囡仔因伫青春期的时阵，因有因的流行的文化，因有因想要追求的物件。但是咱感觉因追求的物件，甲咱的理想、甲咱的梦想、甲咱对囡仔的期待有真大的差别。所以囡仔就一个叛逆期就一个叛逆期。所以两代之间的行为，也是态度、观念，也是才会表现出现了无共款的差距。就是要伫即个同一个点，即个代沟的形成。每一个家庭拢可能爱经历囡仔成长的即个阶段，因为囡仔咧找家己的自我，伊咧找伊的家己，所以亲子即个之间的价值观有差别，这嘛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是讲咱做大人的态度，咱要安怎来应对，咱要安怎来帮助咱的囡仔来成长。这检查是一个过程，这检查是一个过程啦，因为囡仔伊最后伊嘛会成做一个成人，所以亲子之间咱必须伫即个时间，咱来提升家己亲像朋友的关系。咱毋通阁甲囡仔当作是囡仔，因为已经是一个半的大人。台南特别是府城吼，府城捌流行做16岁。为什么伊要做16岁？因讲16岁就无领囡仔的工钱啊。伫较早可能伫码头，也是伫真侪个所在咧做工的人，可能有咧童工吼囡仔工，囡仔工等于领囡仔的即个薪水，囡仔的工钱。到伊16岁的时阵，伊就成做一个大人，会当领大人的工钱，叫做大人吼，16岁。伫府城捌有即种的传统，做16岁。所以伫16岁了后，因就开始爱有大人即个样子吼，讲做一个小大人安尼。所以亲子之间，咱嘛会当对14、15、16岁囡仔来甲伊看作是咱的朋友，会当做伙担心吼。嘛毋通甲囡仔当作是囡仔，因伊会大汉，咱来看作是一个小大人，甚至会当甲伊做好的朋友，听因的心事，听因即摆咧流行什么货，咱嘛爱对着即个了解现代咧流行什么。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大兄，10几岁的时阵10几岁的时阵，伊就甲头毛留长长。你过去捌留长头毛无？查甫的啦，即摆少年流行什么货？车字，我大概我有一摆去加油少年要骑油枪我看伊车迄字安尼车甲较早咱的时代车字是安那？歹囡仔、流氓混黑社会。我做兵的时阵有一个放假，有一个兵仔转去啦。放假转来了后安怎？车甲规个拢是迄个，因为讲要做兵的时阵惊去互留记号。但是即摆已经伫军队内面啦伊就转去就车字安尼咱若是去游泳池，是去泡温泉的时候，看到迄车字的，咱拢会安那闪较远的。看即摆毋是啊，即摆少年大拢车字，有车这车遐车车四界拢有有车较只拼的等遮的所以即摆这变成因少年的一种的文化。咱就是穿耳洞，对吧查甫查某拢有这穿耳洞是古早时代的呢，这好像是石器时代的人才有在穿耳洞，还是很古早的人才有在穿耳洞？真的，这些考古的文献都有发现到，他们有穿这个耳洞所以咱想看卖啊，即摆的人敢若搁行去较原始的物件，刺青嘛是共款。伫原住民的社会，特别是南岛语系的民族，他们刺青是一种认同，就是讲你已经大人啊，好像是泰雅族还是那个他们有情面，对不对？表示这个妇女她已经可以做纺织，她可以嫁人了。然后
这个男生他有打猎过，猎到山猪，猎到什么，才可以刺青，在脸部留下这个记号，表示讲伊已经是大人啊。所以咱即摆少年人，顶多是等去到原来即种的物件刺青，也是即个穿耳洞，也是即个穿很多的东西对咱来看讲较要安尼。我有一个牧师的囝，嘛要做牧师，伊就甲因爸讲，我要去刺青。因爸一直无来讲，你要做牧师啊，哪来刺青？我刺十字架可以吧？我就给他刺十字架，这样可以吗？到尾毋知有去查无来去查一下。所以对学生来看，这渐渐因会慢慢毕业了，就会进入社会。有一个去年阿兄10外岁时阵，迄留长头毛，可能迄个时代大家拢爱查甫介意留长头毛。较早若留长头毛，伫后壁看安那，感觉是查某的特别是越战那个时候啊越战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去留长头发，因为迄是迄个嬉皮的时代。伊中二要毕业要前一礼拜，因就讲阿兄啊，你要拍这个毕业照你无甲头毛整理，安尼整理又较闭杂的那遐都无爱，我就是要留长头毛，安怎后来因阿兄嘛，大家拢毕业大家拢已经进入社会。即阿兄后来嘛，真做一个生理人，嘛已经成家立业，已经有3个囡仔，上班拢穿甲真整齐，穿甲真闭杂，头毛嘛安尼夹底底啊。有一天因咧家庭聚会的时阵，摕着因高中高中毕业的相片，咧看的时阵，即个阿兄讲，我迄阵较会留长头毛，较会安尼一个人安尼披头散发，恁若拢无叫我去夹头毛，因就想讲，我当初叫你去夹，你就无爱去夹。你讲安尼较水，所以大人嘛因为安尼来成长，嘛囡仔到某一个程度，伊嘛会捌代志。使徒保罗捌甲咱勉励讲，咱做囡仔的时阵，心思意念亲像囡仔，意念亲像囡仔，到咱大人的时阵，就爱将囡仔的事。甲伊弃杀，甲伊迄掉，所以咱每一个人成长，拢到一个阶段的时阵，虽然有意见无共款的时阵，但是到大人的时阵，伊就自然会变成大人。有个家庭因为冤家冲突，老爸甲囝儿完全无话讲，亲像冤仇人一样。所以咱每一个家庭，咱若有即种的青少年的囡仔，咱大家拼命有即个代沟。爱塑造即个代沟，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互咱的观念，也是讲，互咱所接触的代志，会当搁较缩短，较侪了解，较侪接触，较侪分享，互彼此之间会当安尼缩短即个距离。所以咱做囡仔嘛爱想一下，拄仔讲着大人讲着囡仔咱嘛爱小想一下，咱。做囡仔，咱有去了解咱老爸老母的心意吗？也是尊重咱的老爸老母。所以第二则甲咱讲着，要尊敬你的父母，因为即个是带着应允的诫命。这嘛是对箴言第4章咱拄仔所启用的来看着讲，咱若是尊敬父母，咱就会形同当火烧。这是一条带着应允的诫命。所以咱爱做。查某囝的咱，也是做后生的咱爱替老爸老母小想一下。有人因为厝有工作真无闲，伊就无时间去孝敬伊的父母。这毋是无时间，是无心。如果若是因为工作无趁真侪钱，就无要去孝敬父母，毋是无钱，是无诚意。安尼有阿妹所以毋是无心啦，嘛毋是无钱啦，是安怎？你无即个诚意所以咱有即个诚意来孝敬父母。所以三个无，咱爱小提醒咱家己，咱嘛爱真侪良善的囝儿女。耶稣因为从顶十字架拄着玛利亚，伫罗尼拄着玛利亚，耶稣嘛真艰苦，玛利亚嘛心真痛，所以顶十字架。虽然互玛利亚心艰苦但是耶稣为着要顺服上帝旨意来顶十字架，
耶稣虽然互定十字架受苦，伊嘛请伊的门徒约翰好好啊亲像囡仔来照顾款待玛利亚。所以圣经伫约翰福音讲讲，伊所敬听的门徒约翰就将玛利亚甲伊带转去伊的厝，甲伊友好。所以咱嘛要真做一个良善的儿女，会当真做良善的儿女，才会当真做良善的基督徒。你有阿门无？所以咱拢是良善的基督徒所以咱嘛是良善的儿女。安尼，咱嘛当真做良善的国民，安尼咱请政府来颁发良民证，对不对？所以箴言第1章第8节有甲咱讲着，我的囝，你着听你老爸的教导，毋通气杀你老母的教示。所以毋单是爱听老爸，佮爱听老母。法语是说要听从母亲的指导法则，然后要听父亲的训诲，爱听老爸的教导。所以囡仔咱需要啥？做老爸老母，咱嘛爱了解囡仔的想法，囡仔需要啥？其实囡仔上需要的是鼓励，是支持，是娱乐。是鼓励，是支持，是娱乐。咱做读一解来，鼓励、支持、甲娱乐。所以咱对囡仔，咱对大人的看，有当时咱感觉囡仔就是囡仔，总是囡仔伊有家己的想法，所以咱着爱较侪甲因鼓励，较侪甲因支持，较侪甲因娱乐。亲像咱迄有所书6章第40节讲，咱毋通激囡仔的受气，就倒地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才有讲着毋通互囡仔生气。咱是讲互囡仔毋通掠大人生气，圣经较讲咱毋通激囡仔生气，毋通激孩子的受气。其实咱爱较侪甲囡仔互相来相通。有一个家庭，美国有一个家庭，这囡仔叫做乔治，伊暗时11点还袂困。但是老爸下班拄好11点外，回来讲乔治，你哪还袂困？爸爸，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你1点钟趁偌济？这无用，一天的老爸嘛真无耐烦，讲我等下班，你搁问我一点钟趁偌济？我毋是为着要维持这个家庭，加班，伊就甲伊讲，我1点钟40块美金啦，乔治就甲因爸爸讲。安尼，你敢会当借我30块？因爸爸就讲好，原来你是等我回来要甲我讨钱哦。乔治是讲，因为我即马手中有欠10块，你借我30块，安尼我就当甲你讲话讲1点钟，因为1点钟你拄好你的工钱是40块。所以这是美国的教育学家咧统计讲，伫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家庭，一天开无真侪时间来专心陪囡仔，所以咱若无伫囡仔成长的过程的中间，较侪时间甲因鼓励、甲因支持、甲因娱乐、甲因陪伴，可能囡仔就会失去老爸老母的疼。所以做一个老爸，伫囡仔的生命中间产生一个影响力，这是真重要，嘛是无法度取代。所以咱每一人伫听的内面，甲咱的厝里的人。约定，不管佮安怎无用，嘛要透过实际行动来陪囡仔，有好的相处的时间，来表达咱对囡仔的疼惜关心。咱会诚做囡仔的港口，因为囡仔那亲像船伫外面，到因忝的时，因来转来到伫即个港口。港口诚做囡仔的一个保护，嘛诚做因的补给。因船航海了结束，因有一个休困的所在，就是港口。所以咱爱对圣经所提到，亲像老爸的模样，就亲像港口一样，互咱村的人拢会当得到休息甲补给。咱嘛爱诚做时势，囡仔时势的灯塔。咱嘛爱诚做良善的父母来互指引囡仔，就咱亲像灯塔。甲因警告，什么是危险？因为灯塔就是一个警告的设备，
伫黑暗的中间要指引尊者的明灯，就要透过灯塔来帮助这个尊者。所以船仔伫海上，因爱家己面对风涌，面对暴风，这是船仔爱家己去面对的，这是船仔家己爱做的代志，无人会当替即只大船来做。但是咱有时毋免替囡仔做真侪的事，爱互囡仔学习独立。所以有一句话讲，咱毋通一直掠鱼，互伊爱教伊掠鱼的方法。所以做爸母，咱做爸母应该做的代志，用上帝话来教导咱的囝儿是说，互囝儿是说，知影讲伊有得救的确信，嘛爱有圣神的引带，伫生活的中间来成做因的帮助，来开启囡仔的心灵。互因行伫正路顶面，咱大人做大人应该做的代志，囡仔互因会当做应该做的代志。世界中间有真多对囡仔来讲，嘛有真危险的诱惑，有真多囡仔伫暑假可能交到歹朋友，也是暑假因为伤闲伫交朋友顶面来行着歹路。所以咱爱伫暑假的中间做关心咱的囡仔因的生活，互因伫上帝引带内面行伫正确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希望听堂主，阮感谢你，嘛互阮的家庭有幸福，是因为主你互阮将做阮的帮助甲瓦靠，嘛互阮伫夫妻的关系，一直甲囝儿媳妇的关系，拢会当维持又好，安尼才会当有健康、幸福的家庭。愿上帝话正做阮的帮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勉励。接着，咱来吟回应诗，圣诗第536首。536首，天顶大开恩典的门，请起立吟全首。
备班心来奉献，请即献的同工即献。这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错接，咱做伙来读金句。咱的周报正面下骹面，咱家己来读2遍。请，着尊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含应允的教。着尊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含应允的教。依附所书第6章第20。好，错接我来做报告。今仔日请问有新来的朋友无？无吼，好，多谢。请拍开周报。本会消息：今日中昼12点召开定期中执会，中执同工请准时出席开会。请自备好会手册。第2，教会暑假英文音乐班7月3日，礼拜三开班，对10点到12点音乐课。敢若报名音乐课的会当上到12点。11点到12点的英文课是英文第一堂，请专员教齐了后才搁分班，也请家长注意上课的时间。第3，7月8日到15日，咱的国城牧师甲林福春执事、丽娟执事、苏美玲、苏美丽、田心颖，本会共有6位的同工，将要前往去韩国参加3.1长老教会第9届台韩短宣韩国岭东地区的吼。自4月份报名起因每礼拜拢有展开语言的学习、敬拜团康、甲才艺表演等等的准备工作。也恳请咱的兄弟为因守望代祷，求主保守因的行程顺利平安。第4，年度查校7月2日主日礼拜煞本会的财务组要举行2024年顶半年的年度的校目检查敬请各单位相关的人员备办恁的校簿甲恁的寄金簿来收检。过月人员请先到银行来补订咱的寄金簿会当看利息的入效，敬请来配合办理。
第五，新眼光读经，2024年第3期的读本吼，信心的跳跃已经放伫个招待桌，欢迎兄姐自由索取，个人伫家内吼，每日依照进度来营收。第六，第3季7月到9月复赛轮值表已经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个人的复赛项目甲日期。期间上若有无方便的，请自行甲其他的同工交换，并且通知办公室。第七，教会要招募音控同工吼，请咱的干事报名，日后要特日来举行音控的训练。第八，每礼拜3下暗8点吼，早间基督会，欢迎大家吼踊跃参加。陪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第九，会计报告5月份的收入552041块，支出726730块。伊也是付的吼，付的174689块。第十，欢迎咱的新朋友吼，陈春香姐妹，有来无？有吼，欢迎你过来，谢谢。黄慧文姐妹，有过来无？有吼，好，多谢你有过来。这是进前礼拜就来的吼，欢迎继续参加。接着团契消息。暑假儿童营吼，我是 EQ 小主人。这个6日甲7日，礼拜6甲礼拜日吼，顶晡9点到下晡4点半，吼，这是咱的小朋友团福音吼，请兄姐关心代祷，奉献支持。第二，青少年团契吼，8月17甲18要举行灵修生活营。主题是关系三部曲吼，地点伫3支吼，欢迎青年甲少年朋友咱的团契来报名。接下下骹的具体相通吼，请各位兄姐家己看，也为着因吼提名代祷。好，以上报告。接着咱来吟。画面诗圣诗第393首，阿乐全能稳定主宰，或者请起立吟双手，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感谢跪拜，白行诚实，因公义平安，尊耶上赞地高万代。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个伫地，对这事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